然后可以喝得到那个芋泥款。對對。然後它本身的話有加糖下去，對，所以不加糖也很好喝。店長先至話俾我聽咧，呢一個嘅 logo 咧，一個一字咧就係佢哋嘅招牌嚟嘅。右手邊呢一個咧係茶葉嚟嘅。咁啊，介紹翻咧佢哋呢個獨特嘅意思俾我聽。哇！好難得嚟到台灣咧，朋友帶我去佢妹妹嘅店叫做台茶1號啊。呢一個咧應該係小眾啲嘅品牌，咁可以向前咧俾大家睇下佢有啲乜嘢唔同嘅選擇俾我哋睇下先。左手邊咧呢一啲咧應該係熱嘅烏龍茶嚟嘅，右手邊咧就有呢一個唔同嘅奶茶類，就係凍飲啦。相對咧，我覺得冇其他嘅品牌咧咁繁雜嘅，主力咧都係呢10幾杯唔同嘅特飲。咁朋友咧請咗我飲呢一個芋頭嘅奶綠，同埋咧阿里山嘅金酸。上次咧都已經試過一個4季金酸嘅，咁今次咧可以試下佢哋嗰個阿里山嘅金酸有咩特別唔同之處啦。前面個櫃面咧見到都係好簡潔嘅，係啦，可以俾大家睇睇咧呢一個嘅餐牌。嗱，裡面嘅格局都好乾淨企理嘅。同埋咧，我哋遊客都有唔同嘅俾法，例如 Apple Pay 啦、Visa、Master， 其實都好方便嘅。呢一個位置咧喺台灣嘅，等我問一問朋友先。哦，台灣嘅萬豪酒店，這裡是什麼區呢？中山區嘅萬豪酒店對面咧，就會見到呢一間嘅台茶1號啦。先嚟第一杯咧係鮮芋頭奶綠。嗱，呢一個芋頭奶綠咧飲落去嘅時候咧，係越飲落個底咧，嗰個奶味同埋嗰個芋頭嘅味道咧越嚟越濃嘅。可能係我叫咗微甜咧，所以飲落去嘅時候咧唔會太甜嘅。兩種嘅味道咧都係飲到落去個底咧會越嚟越濃郁。咁我覺得呢個感覺相當好，一啲都唔會膩咯。但係原來台灣咧而家規定咗唔可以用透明杯嘅，所以咧我哋睇唔到裏面個餡。俾大家睇下咧門口呢一張相，呢一個咧就係原本用透明杯咧可以見到嘅奶綠。咁啊見到咧佢裏邊嗰個奶啦，同埋咧芋頭咧好分明嘅。我飲嘅時候咧都有呢一種嘅感覺。好嗱，呢個阿里山金酸咧，我飲完咧覺得同上次的妹嗰個嘅4季金酸有啲唔同。上次的妹嗰一間再睡5分鐘咧，我覺得佢係去到最後先有啲回甘嘅。咁都係好好飲嘅，但係呢一個咧一飲第一啖咧，佢嗰個嘅茶味就已經係好出，相對我覺得更加嚟得直接一啲。我更加中意呢一個阿里山嘅金酸嘅味道。而家我哋好難得咧，飲完呢2杯之後咧，仲可以訪問到店長酸酸。咁啱啱我飲完呢2杯咧，其實我都唔係好知道佢裏邊其實係啲乜嘅。咁不如我哋都問下啦。第一杯咧，呢一個芋頭嘅鮮芋頭奶綠咧，我覺得佢飲落去咧好綿滑嘅，同埋咧好快咧就已經係飲到嗰個芋頭啦，同埋奶香。咁都想問下咧有咩秘訣嘅？就剛才那個奶綠，那個芋頭奶綠，我喝下去的時候覺得很綿滑，就還有那個奶味跟那個芋頭的味道很突出。那裡面有沒有什麼秘訣，或者是什麼特別的？用我們的大甲芋頭，它是熬製成泥的，然後可以喝得到那個芋泥款。對對。然後它本身的話有加糖下去，對，所以不加糖也很好喝。對，我剛才點的那個是微糖，對，可是我喝的時候呢，也覺得那個芋頭的那個甜度是剛剛好。對，那另外呢，有一個叫做阿里山金萱嘛，我上一次有拍到另外一個視頻，就是說那個四季金萱，其實我覺得那個也挺好。那個我喝到中間呢，慢慢的有點回甘，那個味道也挺香的。可是這個呢，我覺得更突出一點。那個阿里山金萱，我一喝下去就覺得那個茶葉的味很香很濃。那有什麼特別不一樣嗎？跟那個四季金萱來講？我們的阿里山金萱的話，我們有這個的話，是我們有得過獎的。對。對。
對。然後那的話是我們泡15個小時，就是現泡冷泡，然後就是每天一定要15個小時，不多也不少，就一天是15個小時。那可是我想問一下，因為它都叫金萱，我那種不懂茶的人，其實阿里山金萱跟那個四季金萱是同一類的，還是不一樣的東西呢？不一樣，不一樣。對啊，本身就是兩個品種。對對，所以我覺得喝下去的那個感覺更濃一點。對，好，那除了那兩個招牌以外，如果朋友們想要來你們的店，有什麼好的介紹呢？再介紹一兩個好的那個飲料嘛。百香鮮 Q 綠，百香我拍一下在哪一個？百香鮮 Q 綠，對，在外面的。好，我先走出嚟拍拍，出嚟睇一睇下。哦，係呢一個百香鮮 Q 綠，唔知有咩特別啊？等我入去問下咧店長酸酸先。好，來了，好。那我們的店長給我們說說那個百香鮮 Q 綠有什麼不一樣？它裡面有3種料，有寒天珍珠，然後跟椰果，然後很適合夏天喝，然後還有加現榨百香汁。啊，百香汁，對，就是百香果。對，然後喝起來酸酸甜甜，適合夏天。哦，太好了，那個也是很多客人點的吧？對，對。對，那如果是那些在吃料的可以這個3寶。如果是喜歡吃料的，就是鮮奶3寶。對，然後還有就是仙草，然後芋頭，然後跟珍珠，然後加純鮮奶。啊，純鮮奶。對，所以那個就如果是吃料的，就可以選中間那個。對，太好了。我賣的很好，很多人很喜歡。對，那沒有奶的，如果是除了剛才那個阿里山金萱，如果是不要奶的，還有什麼好的選擇呢？金穗蕎麥，它沒有任何咖啡因，然後它的茶的話，喝起來有那個堅果餅乾的味道，對，聞還很香。對，明白。對，所以那我如果是來台灣呢，我剛才就不熟，我剛才從那個叫什麼路啊？什麼路地鐵站？剛才我也忘了。啊，對，我剛才從那個劍南路，我啱啱咧喺劍南路咧嗰度咧搭地鐵，然後行過嚟咧係幾遠嘅，其實我唔係好熟嘅，咁所以咧都要問下店長，如果我哋要嚟得快咧，其實應該係咩嘅交通工具好啲？就如果要到店，那其實什麼交通工具比較方便一點啊？其實走路的話是15分鐘到20分鐘啊，對，還可以看一下美麗華，就是走路過來的話，其實還可以看到美麗的美。如果我哋喺呢個劍南路嗰度咧，搭完地鐵咧，可以見到呢個摩天輪啦，沿住呢個摩天輪嘅方向咧，一路向鋪頭呢邊行咧，大概15分鐘左右，可以欣賞下咧附近嘅風景美色嘅添。係啦，就是這個方法最好。對。呢個方法咧就最好啦。這裡的話，街道佈置的其實都還不錯。係，同埋呢度咧街道嗰個佈置咧相當之唔錯嘅。係啦，咁所以咧我啱啱嚟嘅時候咧都大概行咗15分鐘左右，呢個咧已經係最方便嘅方法。咁啊，但係俾大家咧睇多次呢一間嘅鋪頭，係啦，台茶1號。嗱，呢個鋪頭咧好大個招牌，好好型嘅，就喺酒店嘅對面。店長酸酸真係好好啊！佢為我準備咗咧少少桂花凍咧俾我試下嘅呢一個。另外咧就仲有呢一個嘅冬瓜拿鐵，係啦，嚟睇一睇先。係啦，請我飲多杯咧佢哋特製嘅冬瓜拿鐵。呢一個咧要嚟試一試啦。嗱，呢一個嘅冬瓜拿鐵咧飲落去第一啖咧，我覺得冬瓜味好濃嘅，奶味亦都好濃嘅。典型咧係台灣奶茶嘅感覺多啲，反而咧咖啡嘅味道咧就唔會搶咗冬瓜嘅味道。而呢一個隱藏版咧嘅冬瓜拿鐵咧，原來係餐牌冇嘅。咁啊，香港嘅朋友如果嚟到玩咧，可以試下點呢一個冬瓜拿鐵啦。咁啊，嗌咗之後咧，店長咧就會特別做一個俾你哋。咁我覺得3杯裏面咧，似乎呢個更加有驚喜一啲添。嗱，呢一個咧就係店長咧再俾我試下嘅桂花凍嚟㗎。我哋望下裏邊嘅質地咧，其實有啲似啫喱嘅，係啦。咁啊望落去咧，應該就係桂花做出嚟嘅啫喱狀嘅物體，似乎咧比起我哋嗰啲涼粉咧係再軟滑一啲嘅嗰種感覺，大家可以睇得到嘛。嗱，然後店長酸酸咧又做咗一個桂花凍嘅蜂蜜清茶俾我試一試。咁我覺得佢裏邊咧，第一啖飲得到嘅咧，反而係嗰個蜂蜜嘅味道，
係啦，好香好濃嘅。另外咧，桂花凍咧食落去嘅時候咧，雖然個質地咧就係似我哋嘅涼粉，但係更加有嚼頭嘅。清茶嘅味道咧，我覺得佢最尾嗰個回甘咧個力度好大嘅。咁咧喺最後咧先至品嚐到嗰個清茶嘅味道咧，就更加係濃郁一啲，可能係呢幾杯裏面咧茶味更加濃一啲嘅一個選擇。大家嚟到呢都可以試下呢一個桂花凍蜂蜜清啦。咁我哋今日咧先拍到呢一度，喜歡影片嘅朋友咧可以俾個 like 同 subscribe，我哋下次再見，拜拜。